今日來到陸川個，看佢就啲理解嘅風水，係原先咁夾緊噶，放緊數，大家要欣賞下。前面堂哥，呢邊呢叫閃耀風噶，叫閃耀風啊，我慢慢走，你們大家看下咋，就跟他講清楚俾大家哋。嗰邊係燈房，嗰邊呢在向唔風呢叫書房，就企下片喎，對話，嗰上面嗰個陣呢係開房，上嘅風廊，上風廊嘅間房，放大俾大家看，唔大家看，前面嘅人呢係木山高牆，盡三台水山來周腳上噶，這個人就聰明伶俐啦。見呢趟樹呢，嗰啲小樹呢，係腰樹度做噶。太樹呢係李瓜女樹，太樹係李瓜女樹啊，太樹係李瓜女樹。歸根結底嘅天，就係半年數好來靠片嘅天。佢響到小嘅以上、中嘅以下之天啊，係冇錯嘅嘅天。李家要福啊，姓李嘅梁後李啊，左右兩邊，青龍包袱都企金山周腳在噶，佢黑身呢太陰金山嘅黑噶，兩邊呢青龍。其實要太金山，包袱其實要太金山，後背父母山呢土山撈龍噶，就係太陰金山結合。隨後就款喎，大家就分清楚喎。結合先係太陰金山結合啦。太陰金山結合就冇了噶啦。佢用開風嚟合合，用書風啦合左邊，書風合左邊啦，用個書風嚟合左邊，看清楚嘅書風啦。其實黑身呢，就黑身飽滿就正氣足啊，嗰啲啊，出來生金而家要開福哦，嗰啲哦，謝謝大家欣賞啊！